啊队长哪无来遮？你是探险队员哦？是吼，啊，恁叫啥物队？我是蓝潭天文队。哦，安尼自我介绍一下，你叫？我叫朱莹。朱莹，啊，你是？我是玉顺。你咧？我是吉安。啊你？我叫一千。哦，啊奇怪，今仔哪无队长来带恁啊？咱等国小的小朋友吼，稍等一下，毋是啦，咱吼，这个时间毋是要处理这代志。电话，你想吼，先去甲我接一个，帮我接一个电话。我接电话一个啦。啊，你甲挂掉哦？你甲挂掉？嘿啊！迄可能就是。哎，过来啊！你看，搁甲我接接一个，甲我讲一话，话一个啦，讲话一个，讲话。袂使挂掉啊！讲话。喂，喂，你好，请问美美队长敢有伫哩？阿妹呢？伊无伫哩哦。啊，我有足紧急的代志要找伊咧。安尼你家己卡互伊。哦，安尼哦，好啦，安尼我靠马卡卡啦。来啊！哎，歹势，哎，互恁等遮尔久啦，啊，拄则有发生什么代志？有一个人打电话来，打电话来，啊，是要找啥的？找你。找我？对啊，对。找我，啊就是要找你。歹势，我都有代志等我，啊，找我，啊，你敢知迄人是啥？我唔知。唔知，啊，找我有啥物代志？唔知。嘛唔知，无讲咧。拢无我讲。以为恁两个去接电话，我拢无听到啊。哎呦，小朋友，我甲恁讲哦，迄接电话哦，其实哦嘛有足侪礼貌啊，特别注意的。真简单，你就是甲对方拍招呼，啊，你问伊讲伊是啥，啊，要找倒一位，啊，若是要找人无伫的哦，你就甲伊讲吼，啊，你叫啥物名，你找伊有啥物代志，啊，你的电话号码是几号，啊，等伊转来吼，才叫伊卡互你，啊，搁有啊，等伊挂了，电话挂掉，你才挂，安尼才是有礼貌。啊，我请问一下，等者若是搁有人敲电话来，想要去接电话，想要试看卖？无啊，伊两个啊无接叫，互因接看系卖。啊，因两个，看无我无接。恁两个去食好无？好。来啊！啊，洗你，豆豆来。好，啊，咱做伙来遮，咱来遮听看卖。哎，你好，嘿，你好。我要找电脑啊船长。你去巡逻啦。去巡孙了。去巡逻，因为我有物件要互伊啦。你叫啥物名？哦，我的名是殷先生呐。嘿，啊，电话是，你甲伊讲我的名，伊就知影啦。多谢啦。哦，啊，你真正真有礼貌咧，拢知影安怎问咧。啊，恁美美队长伫倒位啊？好，啊，要找我哦。哦，好。哎，哦，你叫这先生哦？哎，先生，啥物代志啊？嘿嘿，哦，队长啊，我看你甲迄个探险队哦，教真有礼貌呢，我真正足感动的啦。哦，阮的小朋友真正好足好的，而且足厉害。啊，毋过，敢会当请你莫过一直咧摸你的头鬃啊？摸头鬃，你确定是我咧摸我家己，还是咧摸边的头鬃？哦，拢有哦，你伫咧摸来摸去呢。你哪知我爱摸头鬃啊？哈哈，我当然嘛知影你咧摸头鬃啊。嘿嘿，喂，哦，挂掉了哦。不是啊，你哪跟我？哎呀，头先迄两通电话，其实拢是我卡的，是我要来考验咱的探险队讲电话敢有因迄个礼貌，真正袂歹哦。互恁家己一个破声。啊，毋过我刚刚卡第一通的时阵，有人甲我挂电话。挂电话？什么人甲我挂电话？这样怪哈？你当作是诈骗的我当诈骗了。哦，是因为声听起来怪怪是无？什么？伊连听拢无听，伊是安尼呢？伊是安尼。我知为啥物？为什么？惊吵。哦，伊惊吵。哎，是讲小朋友真正就有礼貌，啊，这么有礼貌，敢会用来摕宝藏？当然啦，我上介有礼貌的囡仔，今仔日就来完成恁的愿望，要摕宝藏无？真好，来哦，准备接招，林来噶。叫阮的名，即管是新鱼仔的挑战，恁虽然拢有一个称呼，看阮叫到倒一个鱼仔下落来，若伸到一尾鱼仔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探险队，恁的皮得甲我平较安呢。来哦，马行照，拢知影你头壳顶的字吼，拢知。
咱即届要考验的，就是甲金钱活动有关系。哦，哎呦，若讲到金钱，甲你问一下，恁一工的所费大概偌济？零用钱，所费就是零用钱。哦，哦，还是考试有考到运动？科技有。哦，安尼哦，哦，大概通啊摕到偌济？考100分会使考完。几百。啊，100分1分一箍就对我啊。一颗，啊，你那个所费摕去捡起来无？捡起来。捡起来。哦，啊，你是捡在钱筒仔内底，还是放伫咧倒位？保险箱内底。金档啊，钱筒啊。啊，要借一个无？哎呀，较少，因为咱是讲金钱活动嘛。啊，我若是万不有困难，恁会借我无？袂。先做无少伊，先做啊，无伊写借条互恁，安尼会使无？哦，爱写借条爱啦。签本票啦。因为即摆足清楚，因为诈骗足多啦。啊好啦好啦，来，安怎摕到诈骗？4题通摕到1题，8题摕到2题。好，来哦，现在个。停，电推。电费对。借，哎，收起来，收起来，买，速度收起来啦，佮较慢一丝丝啦。哎，有哦。还有bonus哦。中完囝好势，心里囝歹势。差一点吗？行就好行的呢。中学金。爱看他钱吗？买，哎，太贵。他贵。来，哦，歹啊歹啊，这队伤厉害，这队厉害。哇，这队伤强，这队伤强。唔是唔是，地小。啊，一下对。拜拜，无地啊，无地啊。哦，看下，注册钱。我忍不住甲伊拍波啊，不过因安尼一直丢戏，我是要安怎？哎，又搞一个哦，搞一个收起嘛啦，换一个啦。停，哦，第二钱。哇呀，厉害呀！哎，七题啊，搁一题咯，2题大片啊。好，我开始紧张豆啊。豆来，豆豆这个8来。题啊，变2个大片啊，我开始过了，哎呀！单腿。哇，小强啊！ 8题啊哎，8题啊，过关啊。 ，bonus 是向前的。象牙去。 bonus 向哦，吉安前的。哎呀，厉害！你搁读一届，互阮听看卖好无？安怎念？中完囝好势，心里歹，心里囝歹势。啊，对对对，好我声吹者，袂歹两个袂歹足标准的啦。安尼，吉安，你敢知影是啥物意思？就是吼，要培养一个读册的囡仔，可能较简单，咱只要一直甲栽培，就有机会变状元。啊，毋过要培养一个做生意的囝，其实太困难啦，真正无遐尔简单。做生意爱用的头壳，那是甲读册另外一回事啊。嘿，爱搞读册了，伊个哦，可能爱头脑爱精对巧，高色人是。哇，非常厉害，破声搁较吹一个啦。第一关就摕遐济济。高薪搁甲我讲，bonus 搁叫伊提去。8题，2题大片，搁加上 bonus，3题，车题啊3题。你都3题爱念出来哦。什么？喂哦，哎呦，妈祖戏啊，搁一个。嘿，拢会用的哦。唱嘛，干嘛啦？喂，那你秀起来。第一关好，尔。来遮。嘿啊，哇，卖欢乐啦，咱那愈来愈困难啦。好就是安尼哦。我们要造成恁的紧张，哈哈，互恁讲袂出来。嘿，袂啦，恁就是用恁的平常时的表现好啊。第2关，来啊，准备接招，那个。甲我做伙耍。一位探险队员负责耍图，见耍一步，下底就出现一条题目，其他的队员回答了，才搁继续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这乱去斗图，恁敢耍会转来？希望恁愈舞愈花，准备甲宝藏讲拜拜。哇哈哈，淡薄烦恼啦，但伊的能力哦是真好。
啊，毋过刷豆的能力我都唔知影。刷这真困难。哎呀，文某恁有识无？有啊，有人点头，有的人无点敢若头，无自信，无啥自信，安尼咱就有淡薄自信。秀起哎，有一来。个讲有哦，有啊有啊。伊是伊头拄无歹势甲你回答呢。安尼，哎，对啊，恁叫做南潭天文队是无？谁哪有这个队名咧？咱唐国小的天文自然是上出名的，哦，上厉算恁害。学校的代表就对了。有天文台甲新上厅，哎，是分家南地区上重要的天文基地。哎呀，就是会使看流星对咧雨。，算是因学校的代表了。天文这科因正内行，嗯，刷图好4分，通啊摕到1块大片哦，8分2块。准备好未？好啊！来哦，现在看，好，先去刷哦。请说，请说。来，来家，哦喂，降温，可以。乌鱼对，乌鱼水啦，标准。你刷到位，大家看清楚哦，头前有大汤啊，恁看哦。要刷起你哦哈。好来，用 IONG 用平平。香水好香。来后注意，好，大家真刷厉害咧，因的台语能力真正是无简单的。看要安怎刷，还是要甲伊刷起刷起？好来，伊是A啊水，哎呀，速度真慢哦，嘿，干，暗是对。来继续甲刷落去，来，来，刷回去，来，佫刷转来哦A，头你是讲 A 啊，感觉降温的你咧，二弟，黑啊，嘿对，嘛对，来。好，绿草，草，哎呦，哎呦，下卡，停降温的你，停，应该。用，哎呦，用，对用，来，要刷到位，哎，因厉害呢。好，还是袂歹哦，用啦。中心。中心对，我知道，哎哎，要考啊！呦，有，哎呀，快点！快关！哎，一分半嘞，1分半钟。哇，速度真紧，嘿啊，哎，因那个温啊，搁袂歹，啊吼，搁刷这个就够了。对，都刷到位。啊嘛，无咱过来福有降温的你无福，哦，你足酷诶。酷对，啊酷嘛是吧？酷，哩哩扣扣，哇！哩哩扣扣对，水真好。好来，8分2块大片，请摕啦。来，你到两地爱大声亮出来哦，你摕啥？文班。好，文班。刷尾啊！哎呀，起你，哇，非常标准啊！哦，因读了就好的啦，那这个好啦。哦，等下当刷位，吼，当会用的哦。好，来，好，加。唱嘛，哈。真正错咧蛋。啊，无咱先来一关键，啊，好，即马改2关，咱直接来背波状，好不好？微波就啊，那你导是不航是？啊，啊，咱先导航啊，输一半。出一半。哎，那是导航，你无你有无？恁愿意教阮播无？好不好？咱即马就来。咱即马就来背。袂用的，袂用的。你要甲咱剃头呢？好，给剃头。哎，足歹看，无要紧，咱尽量手，来哦。上尾关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噶。少人无共款，这关互恁来甲阮的尊员对战，一人抽一张题目，其中有一个人的题目会甲别人无同。虽然形容家己的题目了后，最后甲迄个无共款的人掠出来，嘿嘿，探险队，恁敢有阮这干巧？啊，我是讲，恁敢有阮这巧啦？哈哈，少人无共款。我甲你讲，为着要秀起来，阮派有一队上公的，上强的，上强的出去。上强的，你上强。
因为阮相信你，所以你一定要做会到，哎呦，知无？我是这个单元上百开，所以你无信心。我尽量啦。这班林啦，请问者，啊，恁敢有啥物比赛迄落美角，还是讲恁有讨论计划安怎赢落来无？就是讲较快咧。讲较快，哎呦，对呀。会来行的来啦，行的来行的，讲较快，尽量去知影啊，听。讲较快哦，好啦。你袂使一直啊，讲讲需要你家己，讲啊，就爱买。一定要爱买。哦，爱买。这无爱买，你就足歹摕到分数。是是。啊，啊，安怎摕到大片？就是恁赢过阮1分，恁就有一块大片；赢2分以上就有2块。哦。好，来先抽牌，来。袂使有边仔人看到哦，千万唔通来。看到就无意思啊，看到就无好耍啊，看到这个比赛就结束咯。啊，到了就插起你哦。啊，你爱记哩哦，爱记哩哦。哇，好耍啊！好。好，来先抽牌，袂使有边仔人看到哦，千万唔通来。看到就无意思啊，看到就无好耍啊，看到这个比赛就结束咯。啊，到了就啊，插插起你起你哦。哦啊，你爱记哩哦，爱记哩哦。吼！哇，好耍啊！好，即马有两浪，两浪，你你看你性你的，哪个紧张？你讲，你讲。我就是要秀起来。啊，你好来讲，你哦，讲。小人无共款，第一轮，第一位，请讲。这个所在落雪，哦，这个所在的落雪。第二位，请讲。遐的人就爱食咸的，诶，来第三位，伫台湾。是伫台湾。哦，伊这看甲我都讲看咧。伊规个亚洲，伊全世界的呢，比你较外看足多。啊，个第。伊是一个国家，伊是一个国家，我哪感觉因足够耍的哎，啦。这巧开我感咧。觉。咱直接干2题互因好啊，咱算袂赢因。就歹快哦。来，我想一下。第一轮你小想者，小人甲你无共款。哎，伊讲的是遮会落雪，第二位讲的是遮的人爱食咸，第三位讲的是毋是伫台湾，第四位讲的是一个国家。随来进行第二轮，第二轮第一位请讲。台湾吼，就是伫咧台湾的时阵，大家拢足介意因的歌，甲因的剧嘛足介意的。哦。足介因的剧，足介因的歌。嘿，好，第二位因的物件足好食的，就啊，物件好食。物件好食。真正足好食。来第三位，伫台湾边附近，伫台湾边啊。附近哦，伫台湾附近，哦，安尼使。好，第二轮上尾一位，因的传统衫足水的，哦。因的传统的衫足水的，传统的衫哦足，水会用的哦。安尼安尼。对对对。因的传统衫，这两乱到底讲啥？第一位讲的是，这会落雪，台湾人真介意这个。伊的叫甲歌，第二位，这个人拢爱食咸，嗯。啊物件最好食。物件就好食。第三位讲的，伊无伫台湾，伫台湾附近。哦。第四位讲的，伊是一个国家，伊的传统的服装足水。哦。拢想好了未？好啊。色人无共款。哎呦！来，内面有3个人是共款的，就是韩国。无共款的迄个人是日本，日本车野手，你做哪的？就是你。我爽掉吧，我爽掉。你时阵落来啊？啊，毋过我较好奇的是，谁让恁3位知影是1号？因为敢若落雨，不落雪，日本才会落无，雪。韩国嘛会落雪，韩国嘛韩国嘛会落雪。因为我知影日本较较定伫落雪伊他如果有在日本就较高。雪较高。伊这个观念嘛袂歹啦，因为参像我去出世，拢去日本，我较少伫去韩国。哦，安尼你这个观念嘛。原来是这样你感觉？我唔知影韩国的落雪，
我嘛唔知影韩国我嘛的唔知，你嘛唔知？你嘛唔知？位啊？所以你输第一次。这应该不是我的问题啦哎，。是，唔是你的问题。好啦，这届算你有成功啦。啊，不过无法度，三位3分比咱1分通啊摕。两块大饼，你给我换一个，两块大饼。这两个爱看声念出来。暗错，啊，跟另外一个，看呐，干嘛？无大屁啊！后壁，直接打起来哦。无大饼啊！康康嘞，那这厉害。哇，手强啊啦，来这，厉害哦。梁紧，一点酸点康的。咱还有一届机会，就是来抗的机会。对咱还有这么大抗的机收掉的，收会。掉的。到底敢摕到宝藏嘞？赢了噶！啊下。就顾无互人一届剃头的啊。对啊，彻底嘞，唔管咱怎，拢爱互因一个破声。嘿啊，因为那都厉这个害。头啊，就是讲啊，伊会一个去康。对，咱互恁满满的祝福。这空伫咧遮，啊有要刷位无？啊，搁要耍啥？无袂想刷啊，看这空刷咧遮。是要耍啥？因为我感觉安尼吼无够刺激，也是咱讲摕一块起来，安尼较刺激。对，这嘛是一种。人无阿戆啦。对，人无阿讲买目摕两块，对。我这无爱有刺激的感觉对。我哪里刚刚有这刺激的呀？好啦，来手脚空起哩。大力，到底咱韩国小朋友敢摕到宝藏嘞？请背。还有，哎。王成。颁奖，通啊摕到是啊，啥物件？抓到！哎，我跟你讲呢？这真正是哦，本上的礼物拢是一定义的，拢是上好的。等于嘛要鼓励咱小朋友能足够讲台语的啦。拿起来我退去啊。我给你个继续准备包装啦。啊。真正要厉害。今仔日参悟落来心情，啥款，甲大家分享一下。有紧张，有紧张哦，会请你。最欢喜甲紧张。中华伊甲紧张，嗯。真好。只安你咧，来的时阵我足惊的，会惊。惊啥物？就是上电视。啊，上电视啦。因为嘛唔知讲啊，这个镜头搞翕无水无啦，对无？参加了，足欢喜的，那就欢喜。真好，要顺利咧，足欢喜的。真欢喜。喜欢伊。嘿啦，继续欢喜，啊，继续练台语，语。会甲能力搁提升。对。啊，咱真正阮嘛爱甲难度提升，才有法度来应付恁这小朋友。对。继续讲台语，恁真是非常了不起。我就爱台语。哎呀，真厉害，太牛了！咱韩国小。厉害。